在快速变化的科技世界中，新产品和软件的推出层出不穷，消费者面临着众多选择，这使得评测成为了购买决策中的重要一环。本文将以第三者的身份，对近期一些科技新品进行介绍和评测，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市场动态，并做出明智的购买决策。1、最新智能手机。随着智能手机技术的不断进步，新品层出不穷。最近推出的一款智能手机引起了广泛关注。这款手机在设计上延续了以往的高端风格，配备了 6.7 英寸的 OLED 屏幕，显示效果细腻，色彩鲜艳。评测显示，无论是在光线充足的环境还是阴暗的室内，这款手机的屏幕表现都相当出色。在性能方面，这款手机搭载了最新的处理器，配合12亿字节的运行内存，无论是日常操作还是高性能游戏，都能轻松应对。评测人员在多款大型游戏中进行了实测，结果显示其运行流畅，几乎没有卡顿现象。此外，这款手机的相机系统也得到了改进。主摄像头的像素提升至 108MP， 支持多种拍摄模式，包括夜景模式和专业模式，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。评测中拍摄的照片在细节还原和色彩表现上都表现出色，尤其是在低光环境下，成像效果依然明亮。2、智能家居设备。随着智能家居概念的普及，相关设备的推出也日益增多。最近，一款智能音箱在市场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。这款音箱不仅拥有高品质的音效，还内置了智能助手，能够控制家中其他智能设备。评测指出，音箱的音质清晰，低音沉稳，适合各类音乐风格。智能助手的语音识别能力也得到了提升。评测人员在使用中发现，即使在嘈杂的环境下，音箱也能准确识别指令，并迅速做出反应。此外，这款音箱支持多种音乐串流服务，使用者可以轻松享受自己喜爱的音乐。在智能家居的控制方面，这款音箱能与多种品牌的智能设备兼容，用户只需简单设置，便可通过语音指令控制灯光、空调等设备，实现更为便捷的生活方式。3、穿戴设备。穿戴设备在健康监测和运动追踪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广泛。近期推出的一款智能手表吸引了不少健康爱好者的目光。这款手表配备了高精度的心率传感器，并支持多种运动模式的监测，包括跑步、游泳和健身等。评测显示，手表在心率监测方面的准确度颇高，能够实时显示使用者的心率变化。此外，这款手表还具备睡眠监测功能，能够分析用户的睡眠质量。评测结果表明，手表的睡眠数据准确，能够帮助用户了解自己的睡眠状况，从而进行相应的调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款手表的续航能力也表现不俗。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，手表能持续运行约1周，这对于喜爱户外活动的用户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优势。4、软件应用。除了硬件设备，软件应用的更新同样不容忽视。最近，一款新的生产力应用程序正式上线，旨在帮助用户更高效地管理日常任务。这款应用界面友好，功能强大，支持多种任务管理方式，包括待办事项列表、日历和时间追踪等。评测中，使用者对应用的灵活性和可自定义功能表示赞赏。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，自由设置任务的优先级，并设定提醒，从而提高工作效率。此外，这款应用还支持云端同步，使用者无论在何处都能随时查看和更新自己的任务列表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重心转向远程工作，这款应用的团队协作功能也受到广泛关注。评测显示，团队成员可以实时共享任务进度，并通过内置的聊天功能进行沟通，极大地提升了团队协作的效率。
5、未来科技趋势。随助科技的不断进步，未来的产品将朝着更加智能化和个性化的方向发展。尤其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推动下，越来越多的设备将实现互联互通，为用户提供更便捷的使用体验。例如，未来的智能家居系统将能够根据用户的生活习惯自动调整设备设置，实现真正的智能化管理。而在健康监测方面，穿戴设备将不仅限于数据收集，还可能通过 AI 算法提供个性化的健康建议。此外，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的发展，也将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体验。在游戏、教育和医疗等领域，这些技术的应用将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。结论：科技产品的快速迭代与更新，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，但也增加了选择的困难。通过对最新科技产品和软件的评测，读者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市场上的热门选择，根据自身需求做出理智的购买决策。随助科技的持续发展，未来的产品和应用将更加智能化，无疑将为用户带来更加便利的生活。